宝贝。好，我们现在蕾蕾，我要跟你讲一件事，我们不是要搬家了吗？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带你去看我们的新家。我们会进去吗？会进去。那我们可以把上面的那个升起来吗？你根本就知道嘛。你知道我们的新家是什么吗？我走错边了。要进去对不对？不是，是应该在那边。后面。呀，爸爸呀，走过去。哈哈嘞你。好啊，你就吃你的东西，嘲笑我啊。在附近喽。妈妈，我还没看。那台什么？哪一台？你要看到了。你想要上去吗？好，走，蕾蕾去看吧。弟弟这边，弟弟这边，看到。脱鞋了。对，拖鞋，请脱鞋，请脱鞋。怎么样？这就是你的新家。我的新家耶。对呀。车子那么小，那么小，那么小。不错啊，车子就是这样啦。这个上面呢？没有，我现在要拉下来。耶，我要上去。你从那边上。太好玩了。哎，弟弟可以吗？开了。妈妈。嗨。以后你们就睡上面。好。我还没上去过，其实。爸爸，我在上面，还怎么办？蕾蕾，你下来一下，我带你看这边。它是洗手槽，这是瓦斯炉，这个可以煮饭的。这是冰箱，这是衣柜。哇，衣柜好小哦。要去恁头？嘿，对哦。哦，去那里啊？嘿，这是我的新厝，你看嘛。在上面。大，我起码要大家。干那大只来吃啦，食个都晓，我都晓。哎，对。你拢讲甩了这个呢？哎呀，爱胜啊。有几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啊？我们的备案都是汽车旅馆，不用担心。有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怕你们时间没有去抓准到那个。可能要被解决化。好，面对吧。哇塞！这是用改的呢？它是本身原厂就是内装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哇！一定要录影才行吗？平常工作不能吗？其实可以啊。不是说好没有要继续冒险，真是没办法，苦了是小贤跟小孩。你苦不苦？你苦不苦？你苦，你说点话，快！你苦不苦？我每天回到家，打开门那一刻就是最放松的时候，所以我辈子都不会理解你在干嘛。只能这样啊，以后就靠小孩把你们锁住啊。啊，那你们继续哦，反正在台湾我就不担心了。OK， 随时把你们抓回来。哎，早。